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正月2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中国湖北武汉市的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半暝公布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连续增加136个病例。连锁素食店的食室顶日已经大升起价，煎饺的连锁店佮手续茶饮料店，但嘛讲拢要起咯。前管儿童基金会分析去年的新闻，指出讲幼囡仔发生意外，主要原因一项是交通，另外就是照顾的疏忽。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这款肺炎上届新的变化。中国湖北武汉市的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半暝2点外公布讲，昨早日连续增加136个病例，嘛加增加一个死亡的案例。另外，北京和深圳这两个大都市嘛已经有诊断确定这款肺炎的患者了。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伫19对外发布，到17为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加17例到62例，验过这一天的时间，20透早2点外，官方搁再宣布18、19连续2天新增加136例，也增加一个死亡比例。武汉市疾控中心无排除病毒的有限度人传人，验过认为疫情会当防会当控制。目前我们已知患者的临床表现呢，一般以轻症为主。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据目前我们追踪的763名密切接触者中，目前已经有681名解除医学观察，尚未发现相关的病例。随着我们各项防控措施实施和落实，疫情可防可控。接种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武汉金运潭病院讲，在确诊病例内面有一寡无去过武汉华南海产批发市场的接触史，所以感染源头也会追踪检测继续进行，确诊病例可能也会增加。将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全部收治在我市的定点医院，采取1人1医疗团队、1人1诊疗方案，开展规范诊疗。本来团讲上海有疑似个案，不过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否认。中国的新京报网伫咧20透早夜报道，用官方求证了，北京确诊有2件有武汉旅游史的感染个案，另外深圳有1个确诊。因为疫情有可能伫咧中国春运开始了规个摊开，但疾管署也加强病确诊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等来关心国内经济民生问题，连锁素食店的食室顶日已经有讲大升要起价，真侪餐饮业当嘛开始对咧花要起。你像讲煎饺的连锁店八方云集，一粒煎饺就要起5角到8角。搁有手续茶饮料店嘛，讲3月初1开始，中南部的店头内底一寡项目，一杯加起5块。素食业的头家麦当劳撒限量的商品，让真侪民众排队来抢。不过真侪消费者反映讲，麦当劳的价销是愈来愈贵。住澳洲1个小时是19块澳币最基本的，然后19块澳币我们那边可以买2个套餐，还有剩下钱。可是台湾如果以它上面1个小时158块的话，一个套餐有些可能就会贵一点点，所以1个小时等于1份，是台湾比国外贵一点点。其实连锁素食店伫咧大选之前就已经宣布要调整价销，包括肯德基平均起要3.4%，单点套餐是起3块至10块，麦当劳套餐平均是起1.1%，部分的餐点是起1块至5块，不过嘛部分经典的胖狗肉有降5块。规个过年进前，餐饮价销已经开始去起价，北方分级的煎饺对1月12开始，每一粒起5角至8角。5星级饭店自助餐，像讲台北君悦酒店开会后，汉来海馆餐厅都已经小连续来调整价销，是起3%至8%不等。小吃店呐、都是5块钱、10块钱在调整，我觉得是涨太多了。另外，连锁手续茶饮料店嘛传出讲，旧历过年了后要起价，包括50兰、清心福全、COCO部分地区，像讲中南部饮料价销的部分会来起5块，预计3月初1开始。这个都一涨都是10块钱，都已经超过这一些幅度。很多他们业者可以做这个内部改善的部分呢，他应该要自行去吸
收了。哦，那等于说它这样的一个涨价呢，也只能反映出什么？业者就无视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权益。旧历过年了后，物价调整，业者拢是用日历成本增加、反映成本来做理由，啊，毋过起价敢是有合理。消保会呼吁公平会来调查，敢是有业者趁机会来碰价，或者是联合起价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早起分作3批人，伫咧北部、中部和南部进行春安联合劳动检查。北部是去邦桥的公路客运的转运站，伫咧遮发觉有8项职业安全卫生的违规，另外劳动条件违规嘛有6项，其中有3间公司是工作的时间过头长，阁有3间是员工做到第7天拢无休困。这款问题讲起来是上界普遍。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在超过7天仍然继续要？都是周休2日。好，周休2日。一个问驾驶敢是有正常休假，客载人员摕手电仔对车外链仔的胎压、胎纹到车内紧急出口甲导向设备详细检查，又过几工仔就是旧历春节啦。劳动部的春安检查对这个月初3开始，会一直到2月。结果0号。其中酒测是踏抓出境进前一定要测的项目之一。劳动部兵分3路，北中南3地同时检查。北部的邦桥转运站伫职业安全卫生部分，拢总有8项违规，1项开发。另外7项是通知限期改善。有关于劳动条件的部分，有3家违反，总共违反的项数有6项，以工时过长，那么为最多，有3家。那么劳工每7天有1天没有休息作为例假的，总共有3家，每项可以处罚2万到100万的罚款。劳动部嘛表示，业者阁有提诉的机会，安全卫生的部分要限期改善，若是阁再检查阁无改善，就会开罚。消基会嘛对去年12月12日开始，对百货公司大卖场进行安全调查，结果发现有将近5成店家无避难逃生路线图。另外，消基会阁点名有名连锁卖场违规特别严重。我们呼吁这个家乐福呢，应该好好的重新检视一下所有的逃生的路线、设备，还有安全门的它一个开关的一个装置，是不是已经符合法规了？另外，消基会嘛提醒民众，过年期间若是去百货、有大卖场发现有违规的情形，会当随甲店家反映，也是甲主管机关检举来保护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政治说分明，咱先来讲台湾民意基金会早起公布全国性的民调。基金会董事长尤英良分析讲，若无韩国瑜这么大的刺激蔡英文总统，伊也提拔到有史以来上界悬的票数。现场嘛，媒体的专家杨宪宏是讲，有4成半的人意见拢无赞同蔡英文总统兼任民主进步党的主席。伊若真是落去接，无定声望是会开始反路行。伫经过2018高学业大选的失败，再加上2019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的分裂，总统蔡英文的声望选后来到上悬点，有5成7的人赞同蔡英文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2成7的人无赞同。台湾民意基金会解读，这是新总统蜜月期提前来到，也毋过有4成5的人无赞同蔡英文兼任党主席，也有7成3的人认为总统无应该介入立法院长的选举，甚至有讲蔡英文若是接党主席，声望会开始向下行。如果他有哪一天开始声望往下走，我相信就是他重返民进党中央党部接任党主席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声望可能会开始往下走。很清楚的说，总统不要当党主席比较好，这个是民进党反省的第一步。7成的人不希望总统介入立法院的选举。尤英良也分析影响这边选举结果的6大原因，包括外部大环境的原因的危机感。总统蔡英文的改变，台湾主体意识的觉醒，另外中间选民定律，也有团结民进党对抗分裂的国民党意识。其中影响上大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超级鲶鱼的现象。各位知道鲶鱼的效应就是引强者来逼迫弱者，然后转强。所以没有韩国瑜这一条超级鲶鱼，不会有今天的蔡英文的历史新高票的当选。韩国瑜伫大选时阵输260多万票，有7成2的选民无期待韩国瑜后回国再选。另外，对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施政表现，有5成6的民众满意
比前国会赖清德任内上悬的满意度5.3%，也更加悬。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立法院咧拼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3读，经过调野协商，总预算通案是台246亿。不过阿军这边坚持要删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不动产处理委员会，还有一寡部会内底广告费的预算，加的拢总有30几案。两党的党团拢已经发出加急动员，要踮议会内底随调就去表决啊。立法院20举行临时会处理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这摆的税入甲税出共款编列2条1000多亿，是22年来头一摆达成收支平衡。经过几啊摆的调野协商，调野达成通案删减大约246亿的共识。其他包括促转会等部会务剩30多案，到议会表决。经过2天的协商，我们大概有40案，我们预计大概在中午12点半左右就会结束这一届最后一次的会议。咱也坚持删减促转会的人事费以及东山会的交通费等部分，要进行删减。此外，咱也考虑发生卡神优惠预案，也坚持政府部门的广告甲行销费删减15%，减少网军操作。那列党团拢加急动员进行表决大战。提醒以后蔡政府要放手给这些独立机关更大的独立还有依法行政的空间。他国可以用网军去操作，那我们用一个正面的方向的网军都不行，我觉得没有这样子为反对而反对的必要。因为20个临时会是立法院长苏家全最后一摆主持议会，议会完成总预算删除了后，苏家全等的下任立委拢将发表讲言。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会到场致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的韩国瑜市长早起含市内公益大赛，就是老牌艺人金丁做伙去探访家己一个咧大遐时代，伊嘛亲身替老大人割围巾表示心意。不过顶日韩国瑜伫咧 Facebook 将伊含选举期间保护安全的特勤人员徛做伙翕的相片打出来，这嘛引起众人议论。早起人阁问起这件代志，韩国瑜是无加说明。市长，昨天要感谢国安局的人员吗？赶快告苦林吗？韩国瑜先将老牌艺人金丁送上车，搁翻头来指责民众，无论翕相还是签名，伊拢无提示。不过人问起讲，作家可能指出，若罢免韩国瑜，会当替市府省1200亿落来，韩国瑜是拢无回应。高雄市政府这边是发表声明，强调讲韩国瑜执政一冬，高雄市去年敢若增加14亿外的债务，比较资本所骗的要加少65亿外，已经有较减50亿。嘛批评可能是抹黑韩国瑜，要求伊即时道歉，若无就要提出告诉。另外，咱来看台北市的柯文哲市长，目前也伫咧欧洲访问。人问起讲，高雄市韩国瑜市长近来真骨力，这敢是要抵挡罢免的压力咧？柯文哲虽然笑讲韩国瑜的代志唔通搁甲问咯，毋过嘛赞一句讲，因台北市是早起7点半就上班，遐个无用的工课，就加真通好，会当看就去办咯。email 就 enter， 这个 enter。参观昆兰爱戴农博物馆所典藏的古典艺术品，过去欧地中央图书馆参观。台北市长柯文哲要吸收国外经验，充实市政。不过，伊也无袂记急，逐工回应新闻的大细事，维持媒体的声量。对高雄市长韩国瑜伫咧春节假期进前，一透早去鱼市场关心产销，互外界解读，伊是咧用实际的行动来讨绑家己去防罢免的压力。看伫咧逐工拢7点半就上班开会，柯文哲眼内，这只是应该爱做的代志。韩国瑜的事，拜托不要问我。我想啊，一般大概每个县市首长在过年前啊，都会去视察那个批发市场嘛。所以老实讲，我们只要早半个钟头的，每天可以省下至少15分钟在马路上浪费掉的时间了。所以后来发现，7点半开会还不错。安娜太太陈培琪伫咧面册批评民进党伫咧操作国家灭亡的感觉，哪有才调通好保家卫国咧？据韩讲，这是伫咧替柯文哲2024伫咧铺路。虽然柯文哲否认陈培琪讲的话和2024无关系，不过针对最近中国也有缅甸联合声明，缅甸强调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引起国内调野批评。柯文哲强调，只有台湾有才调定义家己是什么人。我猜缅甸会讲这个，应该是他最近是有拿中国的援助，还是要去代管的？台湾是谁不需要别人来定义它？这个还是我们
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定义我是谁。厚实国力本来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求生存最基本的条件。那假做民众党主席的郭文铁2月份特别带5位准立委入去国会，最近征求党团的助力，开出来薪水3万2起跳，去香港比行情更较低。郭文铁表示，希望会使请较少人，甲大家薪水如何较悬呢？未来民众党是毋是替国会带来无同款的改变，也会是新的会期大家关心的重点。记者阿敏金张国水综合报道。咱也和所有观众朋友关心国际上的新闻。国际一个非政府组织名叫乐施会，因当发表1年1摆全世界好野产侦查的报告，内容表示讲，世界上头前2000名好野的富户人家，因的财产是超过全世界60%的人口数合起来的钱额，好野产真正差真济。另外男性甲女性薪水无平济问题嘛，比较英国更较严重。乐施会嘛呼吁各国的政府都要对富裕的阶层加扣缴税金，通好缩低好野产的政策。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在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开幕进前，发表年度全世界贫富差距报告，指出全球前2153名上好野人所有的财产超过底层46亿人，相当是全世界60%人口的财产的总合。就男女薪资无平等的状况比以前更加严重。在全世界前22好野人，包括比尔盖茨、亚马逊 CEO 贝佐斯，因的财产是超过全非洲女性的总合。就每年全世界贫困的查某囡仔、无薪水的工课，每工加起来是125亿点钟。为全世界经济贡献至少10.8兆美金，是国际产业的3倍。Is really the unpaid care work of women, and that needs to change. They need to get decent wages, a living wage. 乐施会印度总部的执行长古一日讲，伫咧印度的妇女每工开17点钟提水、煮饭、订这款工作，甲好野人的生活根本就是天甲地之间的差别。On the one hand, you see the billionaires who are all assembling at Davos with their personal planes, personal jets, super rich lifestyles. 肯亚的首都奈洛比伫进前就出现民众抗议贫富不均、加气候变迁的游行。像这种情形，伫咧全世界30几个国家拢有。Ya maisha ya kijiji nayo ni ngumu, ni kupambana tu. Mimi niko na watoto wawili ma twins. Na pia ile pesa hata natengenezanga kwa siku。另外，乐施会也建议各国政府投资国家照护系统，挑战性别歧视，推出保护看护者权利的法律，呼吁爱终结极端财产。各国政府伫咧未来10年，对全世界好野阶层爱扣税增加0.5%，改善贫富不均，并且把这笔钱用伫咧教育、健保的领域。创造1亿1700万的工作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印度的富人人一天爱做是做17点钟，实在好野产是差真济。当年11月到过当年2月，一向拢是印度人结婚的大月。英国印度人婚礼风俗是讲拢得要办甲真请样。不过这几年，因为印度的经济成长渐渐有较慢，目前因咧结婚的场面嘛已经无以早遐尔澎湃了。伫婚纱店内面人真侪准新娘甲厝内人伫咧拣家己家己的新娘衫。每年11月到过当年的2月，是印度上侪人结婚的季节。真侪人对印度婚礼印象就是连续办几落天，而且有上百甚至上千个人起来参加。新郎新娘也会穿正豪华的礼服，陪人去闹几落天。不过今年因为印度的景气歹，真侪婚礼规模真明显出现求水的情形。Earlier it used to be week-long weddings, has now been converted to just 1 or 1.5 day of wedding. 自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为着要扫乌金去贪腐拍假钱，甲500加1000卢比的巨钱废除了后，印度国内欠现金的情形就真严重。这几年印度卢比的汇率是爆破历史新低，这些的增加不如预期，互民众开始对消费有警戒。印度2019年第3季的 GDP 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也降到 4.5%， 是6年来新低，失业率也是40年来新高。互民众做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到正罕的拄到的庆祝活动，钱拢捏甲正严，就连人生大事的婚礼，拢无像以前遐尼浪费。
considering the market scenario right now, there is a little recession in India as well going on. So considering this starting phase, we've consciously tried to cut down on the cost by effectively 20-30%. 根據統計，印度嘅婚禮產業每年有400到500億美金嘅市場，換算台幣差不多1條2000億加1條5000億。印度嘅婚宴一向攏是當地佇咧婚禮雙方家族社會地位嘅標準，因為經濟歹，好真濟中產階級即嘛是控制社會，甲錢欠起來。The entire family has been dreaming about her D-Day, one day when my child would get married, and they've been saving things for that day. But after demonetization, this sector has had the major setback. The wedding size, which used to be 2,000 people, has been reduced to now 700, 800. 一個印度嘅好野人也找到省錢嘅方法，就是將婚禮刷去國華辦，因為佇咧國華辦喜事，就算這個人邀請無到200位人客，也袂傷失禮。除了省錢，也有人撇開一寡正繁雜嘅禮俗。記者綜合報道。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昨暗發生地震，真濟民眾攏驚甲撞出門。這陣地震規模6.4，深度敢若16公里。當地政府是講有3個人受傷，其中一個傷勢有較嚴重。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地時間19暗9點27發生規模6.4地震，地震深度16公里，是極淺層地震。震央所在地嘉峪關又較真厲害。商店內面架頂頭的物件是夜架龜頭殼。佇主震發生了無偌久，暗時10點外，附近的阿圖17又發生規模5.2、深度只個那14公里的地震。當地政府已經派人去了解災情。佇尼泊爾喜馬拉雅山的安納布爾納峰，當地17發生細崩，地點佇咧海拔差不多3230公尺的所在，就佇咧基地營附近有7個人失蹤。And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7 people missing, 4 Koreans and 3 Nepalese guides. 目前有30個人被救出來，也包括之前團載3名台灣登山客。當地政府正繼續佇咧找失蹤的7個人，因果天氣不好影響救援。另外，佇美國加拿大頂禮拜六也天氣真歹，美國中西部加東北部受到炸彈氣旋的影響，在即開始落暴風雪，有一個所在溫度降到零下32度。大雪造成機場的航班取消，路袂通。愛荷華州也個出現民眾佇咧等待警察救援時陣，差一粒仔互出過來車撞到。NBC 講，這場暴風雪加季軍影響差不多1億人。加拿大東部紐芬蘭省同款也落大雪，大雪掃過紐芬蘭省的首都聖約翰，佇車路頂看到真濟車定佇咧雪內面袂頂袂當。Here for 26 years and has never come to that point. Not once. So hopefully it's not going to come to that again. 當地政府佇17宣布緊急狀態，要求店面停止營業，禁止車上路，也警告民眾莫出門。聯邦政府也派200名軍人台兵，隨時攏會當出動救援。記者綜合報道。澳洲這邊嘛是天災地變，頂日咱有報講，山拿來野火已經燒幾個月，加在頂禮拜天降甘霖，大雨連續落真久，嘛暫時解除火燒的危機。啊，毋過上大雨嘛，產生做大水、落冰雹，才係另外的災情。甚至有的所在，佫開始咧加沙塵暴。啊，佫有就是去互野火燒到無地通大遐的動物，醫療方面的問題，當嘛互澳洲的政府頭殼攏冇咧燒哦。冰雹一粒一粒落落來，就若像是山丘遐尼大共款。澳洲維多利亞省的民眾真濟人攏甲即個真罕尼看到野象傳起咧社群媒體。澳洲東部16開始落大雨，雖無會當解決幾個月以來野火危機，啊，毋過卻造成大水洪做水災，而且佫落冰雹等等的天災。佇咧墨爾本樹邊的一欉樹仔去互大風雨掃倒，直接上佇一對男女朋友的車面頂，好佳在2個人送病醫療攏不要緊。So Mum and Dad were on their way back from lunch with relatives today, and they've just come through this area, and a storm's just gone whack, and a tree fell down on the front of their car. 一場辦佇咧戶外的生日 party， 去互真歹的天氣影響轉來暫停。佇咧新南威爾斯省，佫出現沙塵暴甲規座小鎮打掉咧狀況，風速達到每點鐘107公里。澳洲東部16開始落大水雨，雖無會當解決幾個月以來野火危機，啊，毋過後手受傷動物的醫療甲安全問題也是真積壓。專家估計，超過10億隻動物因為野火來死亡。It's very hard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 enormity of this catastrophe. It's nothing we've ever come across before. The unfortunate thing is
most of the wildlife would have been incinerated in the fire. They've been just obliterated. 也会甲澳洲10万外平方公里的树林烧掉，面对真严重的损失，澳洲政府宣布投入去7600万澳洲币，希望讲会当进行观光产业来做弥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锁定来国内来看各地头的新闻。3天前，台东县政府为了照顾弱势，已经开始起300户介绍较俗的幸福主体。目前已经宣布讲，上较紧今年2月底就通交厝。啊，不过近来县府先开放，予当初有寻到的民众入去参观。证人所发觉讲，施工的师傅甲新厝间复甲有较垃圾，但包厢这边已经出面回释咧，嘛表示讲会赶紧改善了。台东县政府兴建的幸福主体工程人员最近咧赶工，预计2月底要交厝。县政府最近开放，予买厝的人参观，因为马路上有其他买厝的人翕落家己未来新厝浴间啊，甲房间垃圾。买厝的人20来参观，看到未来新厝也有时间的问题，心情真复杂。哦，差很多了，是还好，比较安心一点了。自己有看到是还好，但是经过这一次这样子的话，如果大家有诚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大家各退一步。台东县政府表示，幸福主体拢总兴建312户，1户单价200至300万，完成去年10月完工，也毋过即马工期延后，县府已经处罚包厢，每延后1天70万的罚款。买厝的人伫参观了后发现问题，也会要求包厢改善。至于网络上看到垃圾的状况，包厢出面道歉。对不起啊，我们尽量好不好？我们尽量维持。目前还没有完工。我们竣工之后，我们会有验收的工作，所以我们将来交给住户的时候是验收完成之后，然后也改善了。因为大部分买的人拢是中价收入户头一届买厝，上烦恼未来新厝敢会漏水，厝内敢会出现这一坑遐一坑的问题。无希望交厝了后，还阁爱开钱征收，官府答应。买厝的人发现的问题，拢会请包厢改善，一定会交予买的人完整的新厝。记者综合报道。有一款去到关山顶，利用空气将飞行线踢开，人则豆豆啊对半空中飞落来的运动，但是已经渐渐咧实行。啊，不过这款运动的安全问题嘛是真要紧。昨下晡3点外，南投埔里遐有一个男性去耍飞行线，结果因为飞了无够悬，摔摔对市区的空地啊落来，骹目含腰脊骨拢受伤。不过目前全国敢若屏东有关系飞行线的驻地条例，其他各县市是拢还不过有法律来管理这款运动。飞行线工作归桥，赶紧甲受伤的查甫人送病院，好加再干那骹目甲腰脊骨来受伤，无生命危险。代志发生一个19下晡3点外，一个细过查甫人去南投埔里的虎头山体验飞行线的运动，想要到那就因为气流无稳定，佮加上飞无够悬，转下落市区的一个空地啊。它是飞行伞，然后坠落，大概高度是5楼高。查甫人讲家己有飞行的经验，迄天感觉讲悬度无够悬，选择别降。啊，毋过飞行线出意外已经毋是头一届，像讲伫咧南投虎头山，2018年10月份，都有人摔落来死去。拄2015年到今，已经造成7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啊，毋过目前体育署针对飞行线运动，敢若一套无动力飞行运动业辅导办法。啊，毋过无处罚，嘛无强制力，目前敢若有屏东县有驻地条例尔。我们有筹组飞安委员会，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如何设置，申请场证。我们在106年的时候已经发了合格的场证。屏东县政府表示，除了成立飞安会，嘛会对人员甲场地有要求，啊，佫有爱有专业教练陪陪等等的规定，发出第1张合法张证。啊，毋过其他县市表示，目前相关环节甲法官无够，无法度处罚或者是规范场地安全。希望讲中央订定专法。体育署是指出，目前已经有无动力飞行运动业辅导办法，提供规范场地人员等等相关规定的大原则。其实中央的一些法规上，事实上都已经有订定相关的规定。那但是就是因为地方的话，其实他在第一线，他可以更了解说，他这个所属的这个无动力飞行场，他可以有什么要特别要再去注意，或是要去强化的。体育署表示，各县市飞行场的条件拢无同，体育署将拟定一个全国统一规定来用，目前会辅导地方政府订定驻地条例，用许可的方式来管理，提供更较安全的飞行场域。记者综合报道。山顶有意外，海边那像嘛无盖冰晶。
嘉义县布袋镇的海边连续2天，拢有民众发觉讲，有可能只乌面腊飞倒踮海坡顶，徛都徛袂知。经过兽医诊断过，研判是肉毒杆菌的毒素中毒。头尾已经有7只救无起来，拍算这乌面腊飞是去食到已经漚去的死鱼啊，才会中这款毒素。是啦，天未开，全身变软，无法度徛起来。乌面腊飞倒伫嘉义布袋嘉南大桥北面的沙坡顶面。18号，互民众发现有2只乌面腊飞倒伫顶面，隔天数量佫较侪，一口气发现有10只。连续2天，同一个地区乌面腊飞出现无正常的状况，引起注意。前天跟昨天总共有12只的迄个捕捉到12只，还有1、2只它还会飞哈，所以代表。伊本身就是无即个肉毒杆菌感染的影响。紧急送医了后，兽医初步判断是肉毒杆菌毒素中毒，注射抗肉毒杆菌的毒素血清救治，其中7只死亡，5只观察中。通常黑面琵鹭中毒事件，一般是吃到腐烂的鱼尸，可能带有肉毒杆菌毒素的这个鱼尸哈。那但是经过我们巡查人员去做巡查之后，那发现地点的周边没有任何的鱼尸，那因此推测有可能我们当地并不是第一现场。农业处指出，肉毒杆菌是土壤内面常常看到的细菌，研判乌面腊飞是食到烂去的死鱼中毒。不过巡查现场并无发现死鱼，可能不是事发的第一现场，因为乌面腊飞是要接近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在嘉义地区过冬的族群超过600只，发生中毒意外了后，县政府特别重视，已经加强清查巡逻，要减少乌面腊飞佫出现死伤的状况。记者李小文交关嘉义报道。在今上届新，咱来讲今年选举进程，行政院苏贞昌院长有针对中南部的发展提出新的政策，内容包含高铁通去到屏东，还有高雄桥仔头的科学园区。当时蔡英文总统和苏院长嘛喊出一句“大南方大发展”，早起财政部苏建荣部长嘛说明企业界若支持政府投资南台湾，会当享受什么款税金的优待。所谓的投资抵减多少，这个都是未来要看整个条例提出以后，才会来进一步讨论。还有这个租税减免要有一定的期间，不能过度这样一个情况。那我想我们会follow这些相关的原则。针对大南方政策，行政院规划要进行6项设施，第一是租税优待，第二是学术研究的能量，还有就是人才和人力的供应。过来就是创业的协助、优质的生活甲公共建设，主要嘛会参考华东地区还有离岛地区发展条例的做法，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担当责任，推动出一部南部区域发展条例。初步计划4档内编排8000至9000亿的预算来吸引投资，促进各地区平均发展。咱过来讲，基础科学研究是真侪创新甲发展的工作，上界主要的地基。不过，2018年，咱台湾基础研发经费才顶总研发经费内底7.3%的比例，比到日本甲韩国是差真远。科技部嘛已经争取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要独立落去编，加在今年已经有增加40亿。科技部嘛望讲未来会当稳定拢有进展。黑洞其实我们科技部投了快10年以上，才慢慢有这个成效出来。还有一块就是智慧机械，不要忘记它一定是很多的人力带着这些研究出去。回顾上任要3年期间，科技部各项计划成果，包括事件世界望远镜计划、复位7号，还有国造海研船。科技部长陈良基佫讲到未来科学研究的方向。我们下一波的办案强化，我们会尝试说，在国内设几个重要的半导体创新研究中心的方式，让这些群聚的效率可以加大。所以每一个中心可能会有一些设定不同的一些优势的形态。半导体技术发展，希望讲会当投入去太空量子电脑，还有人工智慧等等的应用领域。不过爱先有好人才，甲建立布置科研环境。不离个用最近这几年基础研究投资占全国研发经费比例来看，美国、日本、南韩拢超过10%，台湾算是逐年拢伫降低，2018年佫创上佳纪录。我们看起来跟它差了7%，可这7%不要忘记说，韩国的 GDP 是比我们高，教授做创新点子，一个计划1年不过就100-200万。所以当我少了10亿的话，相当于就少掉1000个教授的基础研究的计划。今年我们希望提升
40亿，就是把它拉到将近300亿。那接下来每年能够10% 的成长。若要争取经费，科技部嘛推出少年学者养成计划，要去海外招人才，佮补助大学校院培养优良的博士生。当年提供300个博士生，一个月领补助4万块，嘛提出学生佮产业配合等等的方案，希望讲会当培养而且甲佮较侪人才留条例，带动产业发展。啊，毋过伫咧总统大选结束了后，未来的内阁改组，陈良基敢是当佮继续带领科技部向前。对这个代志，陈良基敢若回应讲，则规定任期到5月19会当做的代志无济，嘛希望讲会当量早回归。记者综合报道。讲起来，科学伫咱的生活中已经无所不至，各方面都用得到。你像花莲市的16股庄家，有一间历史已经169年的延平郡王庙，内底有几多尊神尊刻好到单，照讲拢超过100年啊。花莲县的文化局为着鉴定这文物，特别邀请专家学者用红外线按仪器落去扫，大声判断出年过，才可一一造册，列作文化保存的财产。摕红外线侦测仪对身上也是摆变大约3分钟，收测无漂物的内部数据就会随显示出来。亲像是这名灵旗顶悬的文字，就是咸丰元年所写的。这2尊延平郡王历史毛100多年。像令旗这个地方一些书法墨迹的话，它可以显现出来。X 光的检查，确定这个神像它内部的结构是纯木头呢，还是里面有放东西。为着要甲花莲延平郡王庙古物做鉴定，文化局利用春节进前的摒扫时间，委托文书专家来鉴定。透过红外线侦测身上内部，除了会当检查敢有损伤，佫会当发现内面的宝物。五宝所谓我们所讲金银铜铁锡或者一些宝石类的，另外有些要增加它的灵力、它的神威。所以我们会放一些，比如说像是虎头蜂啊。文化局强调，这文物资产保护法这挂古物伫完成鉴定了后，会分做国家级也是县级古物，因为真有价值，爱辅导庙方加强管理维护。将近170年的神尊事实上没有几个人知道是哪一尊了啊。那么今天既然公开之后，当然我们会加以谨慎的来一个管理维护了。花莲延平郡王庙是供奉开大圣王郑成功，1878年由16位先人来花莲开垦，而且去延平王庙做地方信仰中心。透过检测古物，会当予现代人来怀念先人开垦的辛劳。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义，解说解说。讲到延平郡王郑成功，讲起来后世的人为着纪念伊所写的文章满满是。尤其伫咧清朝年间，清朝派来台湾的命官孙台赛者辛宝正，落尾原来要做甲台湾的孙武。辛宝正伊捌写一对联队，要来纪念郑成功。讲起来，郑成功是建书清朝的人，但是连清朝的命官心肝来到降服，内底内容、内底诗句，到甲即当阵，也是真侪人拢伫咧赞叹，讲真正郑成功当着知音。辛宝正伊也无因为讲伊是清朝的大臣，对郑成功就另眼看待。这对联句离句真长，尤其国政啊咧讲，那联队用台湾话落去读，意思真好，尤其伊的声韵变化是真明。顶句联队讲叫做“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峰流处山川，足移民世界”。下句讲“极一生”。无可如何之物，缺陷还自天地，是创极完人。顶句，辛宝正伫咧赞叹讲，郑成功伊真正就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从来捌人像伊安尼，洪峰流处山川。台湾是真正无人要来的所在呢。台湾是真草原，风台大水，佮挂地动。但是郑成功带这移民，就是讲唔愿互清朝管的人，会当开出一片的世界。唔只系辛宝正心赛者，伊讲这叫做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确实，国政头拄我来讲，清朝的命官，毋过伊有缘钦服，有缘赞叹郑成功，伊所作所为一切表现，洪峰流处山川，无半项开垦甲这年啊请赢，有3代人的东陵王国。过来下句，辛宝正讲：极一生无可如何之物，缺陷还自天地。就是郑成功有心要拍拼，包含伊的后生郑经。过落去，咱嘛知影，郑克忠甲郑克爽
三代人谈遮，实在想要将东陵王国经营好，毋过一生无可如何之无。因为真侪代志，毋是咱会当吹白，是天地咧甲咱伸骹出手，讲我这一生无可如何，毋是咱有才调发挥啦，总是留着遗憾。这点的缺陷，还诸天地，所有种种的遗憾，行天行地。但是留落咱台湾的名声，新保证讲郑成功是创极完人，就是开创天地，过去人毋捌有，真正一个圆满，真正一个无法度去经营的缺点完人。所以这对诗，这对连队，有一段时间，原来人真正冤家伫咧找无，经过台南市的文化局认真变，落尾才佫变出来，真正写起相当的好。真侪学者、真侪专家讲。你写郑成功的连队，这队会当讲是一粒一粒。国前各位所有观众朋友，咱顶个句搁来读一摆。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峰峰流处山川，作移民世界。叫一生无可如何之无，缺陷还诸天地，是创极完人。郑成功，国姓爷留名千古，就是因为也心赛者写这队的连队。真正传到后世，过来，国前共款来甲你开讲关系文化的新闻。咱来讲彰化鹿港，鹿港有一对姓施的白囝是彩绘狮头的艺术家，因的狮头对面竹啊、古纸到皮图、按金化色，逐项都讲究甲真定真。因为因讲这款文化实在唔通当，佮着爱创新甲变巧，用现代创意加开发掘文化商品，尽量宣传，佮较侪人来了解传统正版的台湾狮。人狮头才会出头，人狮尾才会存家好。伫彰化鹿港有两位为着台湾狮制作家彩绘，当咧拍拼的艺术家施俊雄甲施志祥，因知觉到台湾狮的文化甲精神，当咧失传，也想尽办法想要甲台湾狮找到回来。在后期，在新做的这些石头里面，再加上一些比较多的元素，对。然后让它看起来可以更漂亮、更华丽一点，但是它也不会说失去它传统的那些味道。这样。那伫狮头的按金化色有新的手路甲设计，也设计文化创意商品，希望甲动坏坏狮头变作是会当吊伫牌仔的随身札，也佫有台湾狮造型的公批。按照比例直接缩小到像这种吊饰一样大小的大小，对，这种大小，然后让它可以更简单的去让大家认识说，各种不同的狮头的形状这样子。当然最重要还是我们希望这个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好的元素能呈现给大家。无论是狮头的边竹啊、古纸到皮图、按金化色，一对白仔囝艺术家用传统的手路配合着现代创新甲创意，互台湾狮的古早味行过咱逐日拢伫咧改变的新时代。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静管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因分析去年儿童发生事故、致死伤害这新闻，嘛指出讲，若是虐待甲性方面的侵害无算在内。有囡仔发生意外，头前2名的原因，第一是交通事故，另外一项就是照顾的疏忽。尤其照顾的疏忽这项过去3冬，因为食唔到物件来受伤，也是不幸气的囡仔，比较过去是增加到要4倍。骑车载囡仔有时阵，互囡仔徛伫咧头前。交通部捌统计过，台湾儿童这几年来平均逐工有20人发生交通事故。尽管基金会分析108年的新闻嘛指出，6成的儿童是因为坐奥多麦受伤，也是死亡。美国是规定汽车要做安全座椅的国家，它规定5岁以下小孩，甚至有的州规定13岁以下小孩都不可以搭副机车。可台湾要沟通这一个课题，事实上非常困难。甲囡仔互人糟蹋也是欺负歹徒，造成囡仔伤害第1名，108年也是交通事故；第2名是疏忽照顾，而且佮囡仔无细腻食物件上明显。103年到105年有9个人，106年到108年有33个人，无细腻食的物件是真侪，伫生活内底拢看会到，有眼角角、细粒的电池、药袋啊、新的佚佗物冻伫内底，囡仔的好奇心佮有无收获好，拢是主要的原因。有一些如果是挥发性的东西，在催吐过程当中，甚至也会吸到肺部里面去，也引起肺部的伤害。所以第一个，目前大概过去讲的催吐的过程的话，大概都不需要的。现在我们就改变生活习惯，把零钱这类的东西直接收进零钱包里面，或者是放在他根本拿不到的地方。
发现囡仔食到无应该食的物件，医生讲莫家呕出来，万一食入去的是强烈酸性也是碱性的物件，会造成二度的伤害。基金会嘛指出，北溪球有水晶红仔早就来做要收回来佚佗物，使用的时阵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照顾囡仔，咱来讲彰化县政府近来一直咧推动校园内新设共用的游戏场，这就是要各方面甲人较无共的学生囡仔，人人拢有法度耍甲欢喜。啊，毋过学校外民众煞无法度入去运用这设施。但彰化县政府彰化市公所，因就将本地儿童公园经过大改造，设作县内头一座全面开放的共用儿童游戏场，互民众不管是着挺好带囡仔去遐佚佗。囡仔真好奇，对另外一边软过棚空。这是彰化第一座全开放式的共用式儿童游戏场，才打开幕，就请真侪家长带囡仔来耍。对共用式的全新游具，唔那是囡仔，连大人拢感觉真新奇。小朋友都可以来玩，然后亲子也都可以一起来这边同乐这样子。然后老人家其实旁边有一些规划一些老人家可以坐的位置这样子，我觉得也蛮适合老少咸宜啊。安尼哦，较袂垃圾啦，较无风杯沙，隔壁迄个安尼，拢风杯沙无走佚佗啊。彰化县这几年推设共用式游戏场，不过之前拢设伫国小的校园内底，但是校园上课的时间无对外开放，所以彰化市公所开840万改造旧的儿童公园，互民众平常时就会当带囡仔来佚佗。不过新的游戏场才打启用，大人囡仔就客甲吵，真侪人无遵守使用规则，甚至互游具超载，恐惊会造成意外伤害。好的游戏一定要大家共同来维护，那大家要发挥公德心啊，不要太多人啊硬去把它挤上一个游戏，那也会造成破坏。彰化市公所表示，各项游具边拢有放告示牌，清楚标示使用方法，阁有人数的限制等等的内容。初期的派志工去现场加强宣导，嘛呼吁家长除了带囡仔来耍，嘛要甲教导培训囡仔遵守游戏规则的责任做好。另外，嘛请警方协助处理交通乱象甲排档的问题，打造更较好的游戏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国家卫生研究院和三军总院合作。研究发觉讲，肺癌的患者肺内底虎皮酸高度是一般人的1.8倍，可见讲验虎皮酸会当做非小细胞的肺癌病症的预防，佫有临床诊断的一款标记。这项全世界上界新的发现，嘛已经刊伫咧国际上权威的医疗期刊咯。癌症已经连续37年排国人10大死因第一位，其中是肺癌上恐怖。107年有9300多人因为肺癌死亡。国家卫生研究院甲三军总病院合作研究，针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检体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患者血内底有虎皮酸的高度是比正常人高1.8倍，显示虎皮酸的高度甲非小细胞癌肿瘤的发展有真大正相关。癌细胞利用分泌这样的琥珀酸，使得正常细胞原本是免疫细胞会去毒杀肿瘤细胞的，反而会借由癌症细胞的分泌，让正常的免疫细胞变成帮助癌症的一个细胞。研究团队发现，细胞癌会释放虎皮酸到肿瘤微环境内底，而且活化虎皮酸受体，甲原本应该对抗癌细胞的免疫巨噬细胞，变做对肿瘤生长有帮助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另外，研究团队佫发展出抗虎皮酸单独抗体，伫肿瘤鸟鼠实验中证实，注射了后会当有效控制肿瘤生长甲转移，8礼拜了后存活率会当到100%。癌症把它释放出来，那我们想办法把它拿掉，那当然就接近于正常人的健康人的一个生理状况。研究团队表示，除了肺癌，其他亲像胰癌、前列腺癌、大肠癌等等，嘛释放血清虎皮酸，未来希望会当做癌症诊断生物标记。而且这项研究成果当伫美国申请专利，未来希望会当进一步开发做癌症的药物，互更较侪患者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咱搁转来甲你报教育方面的新闻，来看台中武防国中者，甲下回课程结合在地特色，教学生囡仔正向课对消土盘菌、低太空包，拢有学生囡仔亲身体会。毋但正向课，佫着爱兼料理，嘛互大家感觉真趣味。
牙刷条小涂甲捆绑好胶纹，再个甲涂滴入去落甲底，调地好杂质落甲白好眼，袂当有空气，底好调个送去工厂杀菌，安尼才会当摕来种香菇。学生囡仔头一摆体验，拢讲真新鲜。这是我第一次种香菇，所以这是让我学习到一个很多新知识的地方。校方表示，新课纲强调国领域综合课程，透过本位课程结合无方在地特色，让学生唔但会当认捌故乡，也会当学习新知识。在让孩子照顾成长这个菇类的过程，我们其实也融入了生命教育。好，那接下来他们要照顾，然后要收成，好，那要统计，那这个就是数学的部分。校方表示，种香菇的课程办几若档，效果真好，包括统计香菇发规律，学生也着设计料理，搁展示予全校的人看。种香菇结合数学、家政、乡土、表演艺术，搁有生命教育，予学生下领域学习，有影是一兼几乐个。记者综合报道。无方公园，咱来讲乌日，乌日的溪尾里和白砖头隔一条乌溪。英国的民众都爱过竹牌啊，才有才调往回出入乌溪。溪尾国校专工设计课程，结合地方的特色，就是望要学生囡仔了解先民的辛苦、用心甲智慧。因为即阵啊溪水可流，无通过竹牌过渡，学生囡仔就当做甲竹牌搬去乌溪，搭着桥过溪。那安尼，学生囡仔搁爱爬石头，嘛着上架，有影充满挑战。这就是溪尾国小结合地方发展的课程，带囡仔认捌家乡的历史文化。那这个枯水期水位比较低，那竹筏没有办法做一个摆渡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模仿前人，把竹筏拆掉，做成竹桥，搭好竹桥，让小朋友过桥，过桥渡乌溪。要搭吊桥上要紧的，就是桥墩。学生囡仔把脚放伫溪水当中，叫石头落入去脚内底，稳定基础。上尾则按竹牌去伫桥墩顶头，囡仔去活动了解要安怎运用竹啊。伫溪场的时，过竹牌过渡；课老的时，搭桥过溪。因为可以认识自己的家乡的溪流，然后还可以，对啊，就可以这样，然后认识以前的历史是怎么。因为我们踩在那边的石头上，很像在踩健康步道。先把竹子先绑好以后，然后再弄竹笼，竹笼里面要放满石头。学校表示，溪尾里甲其他砖头隔一条乌溪，望课程甲囡仔了解生命是安怎过溪，嘛建立囡仔正确的水域安全知识。记者综合报道。生活中万项都有历史，全世界开上介久的糖仔店伫咧英国，这间店头已经开193档，但主人加工要拍卖这间100年的老店面，介绍目前嘛已经花到新台票1335万了。就来摕糖仔罐甲人客伫咧开讲，这间有上百个糖仔罐的糖仔店，叫做英格兰上老的糖仔店。自1827年开店到即马，已经193档啊！唔但是英国上老，也是全世界上老的糖仔店。When I met my wife, when I was 17, she was 16. One of my first trips was to bring her out to the sweet shop and show her and buy some sweets. And that love of confectionery, love of the history and background sweets has continued. 头家只是伫咧20多年前接这间店，伊是一个糖仔卖，真爱这间店，甲因某第一遍约会拢经伫咧食。My favourite has always been milk gum teeth, strawberry and vanilla, powder coated, beautiful. But the best-selling sweet always and still is rhubarb and custard. 只是接触了后，规拢保留落来，装潢无变，糖仔罐无变，店内收银机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老古董。行入去这间店就敢若行到古早时阵。We always do come because it's my grandchildren. So invariably, yes, my grandson too, darling. Me. Invariably, it's when they come up. It's just so cute. It takes you back to a different time. 上百种好食的糖仔，佮加上古早风情，互老店名声真响。伫热天旺季的时阵，人客就要排1点钟才有法度入去。不过因为鸡丝买菜选久，所以店要卖。即马市场的介绍已经花到399000欧元，差不多台币1300万。Please keep it the same. Yes, just with a little bit of variety of newness.
but basically the same. It worked. 老店要卖，人客唔甘又搁担心，希望新头家会当保留古早味，和老店百年的甜味滋味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年夜渐渐接近，下半部天气变化，阮来陪你看好真。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6度到19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17度到24度。台南、高雄、屏东19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18度到24度。金门、马祖、澎湖13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